而家香港嘅茶餐廳基本上已經冇咗香港味道，行向銅鑼灣、尖沙咀、九龍、牛頭角，你食到嘅碟頭飯、咕喱肉、麻婆豆腐，10間有6間根本唔係師傅現炒，只係微波爐加熱出貨。曾經以鑊氣、人手超快出餐，聞名全球嘅港式茶餐廳，而家剩返一個空殼，後廚變成便利店式操作，廚師逐個失業，成個香港本土飲食文化正在默默消失。今日呢條片，我哋徹底拆解呢場改變香港人飲食習慣、摧毀傳統茶餐廳生態嘅預製菜革命，到底係行業升級，定係香港美食最大嘅遺憾？深耕香港餐飲市場嘅人都會發現一個越來越明顯嘅行業變化。而家走喺香港銅鑼灣、尖沙咀、九龍、牛頭角等核心商業區同市井街頭，傳統港式餐飲嘅煙火氣正係急速褪去，取而代之嘅係一套高度標準化、工業化嘅出餐模式。曾經以現炒現做鑊氣十足、出餐高效聞名全亞洲嘅香港茶餐廳，而家早已被預製菜深度嚼透，成為預製食材規模化應用嘅核心場景。根據香港本地餐飲行業調研機構嘅實地統計數據，而家香港市面營業嘅餐飲門店入面，每10間餐廳就有6間以上恆常使用預製食材製作菜品，部分商區門店嘅預製菜使用率甚至突破70%。真正堅持全品項現炒、零預製嘅老牌茶餐廳已經寥寥可數。呢場行業變革並非單純嘅口感差異，而係香港本土飲食生態嘅一次徹底重組。好多本地食客、資深美食博主都可以清晰感受到，而家嘅港式茶餐廳早已唔係記憶中後廚爐火旺盛、師傅兜鑊爆炒嘅餐飲空間。唔少連鎖茶餐廳嘅後廚佈局、設備配置同營運邏輯，同街頭便利店幾乎一模一樣。後廚唔再需要繁雜嘅廚具、新鮮食材儲備同專業拋錨團隊，取而代之嘅係微波爐、校溫加熱櫃、簡易操作禮同大量堆放嘅預製食材包裝袋。曾經煙火限繞、香氣四溢嘅後廚，而家變得乾淨卻冰冷，冇咗爆炒嘅滋滋聲響，冇咗食材新鮮烹調嘅煙火氣息，剩低機械式嘅加熱擺盤出餐流程，徹底幸福港式餐飲傳承數10年嘅經營模式。對於土生土長嘅香港本地人嚟講，呢個變化帶嚟嘅落差感特別強烈。幾代香港人嘅成長記憶入面，茶餐廳係城市生活不可或缺嘅一部分，係港式生活節奏、市井文化同人情溫度嘅載體。從前嘅茶餐廳，每一份餐食都係師傅人手現做，無論係經典嘅碟頭飯、招牌奶茶、菠蘿油，抑或是家常嘅公仔麵炒青菜，都帶住獨有嘅鑊氣同人手溫度。資深港式廚師都有呢個行業共識。從前手藝精湛嘅老師傅坐鎮後廚，大火爆炒一份招牌菜式，成條街都可以聞到濃郁嘅食材、香氣同醬料風味。呢種獨特嘅飲食氛圍，係工業化預製食材永遠無法複製。更令老食客難以接受嘅係，而家香港餐飲市場嘅同質化問題已經去到極致。數係考委員會上年嘅投訴數據顯示，全港數千間茶餐廳、酒樓大排檔出品嘅麻婆豆腐、宮保雞丁、陳皮鴨、咕喱肉等大眾菜式，口感、味道、擺盤幾乎完全一致，完全冇差異性可言。深究背後原因，就會發現全港絕大多數餐飲門店嘅同款菜品都係採購自同一批預製食材供應商，統一嘅配方、統一嘅加工工藝、統一嘅調味標準，最終造就咗千店一味嘅行業現狀。近幾年，銅鑼灣、旺角等核心商區嘅多間老字號茶餐廳陸續易主翻身，曾經堅守人手現炒嘅老師傅陸續退休離職，望住深耕搬新嘅門店，更換營運模式，改用預製食材。唔少資深從業者都慨嘆港式餐飲嘅黃金時代已經落幕。好多人都會疑惑，點解曾經堅持人手現做、主打煙火氣嘅香港餐飲行業，會大規模擁抱預製菜模式？呢直直全港餐飲嘅變革並非單一因素造成，而係行業成本、谷可人力市場競爭時代退勢多重因素疊加嘅必然結果，背後藏住香港餐飲行業數十年嘅發展困境同轉型無奈。首先，最核心嘅痛點就係香港居高不下嘅人力成本呢，亦都係倒逼餐飲行業轉型預製菜嘅首要原因。翻閱香港餐飲行業歷年財務數據，可以清晰見到，而家香港餐飲企業嘅員工薪資開支已經佔到門店總營業額嘅30至35%，呢個比例創下近20年新高，亦都係所有門店營運開支入面佔比最大嘅板塊。對比10年前嘅行業數據，
當時香港餐飲行業嘅人力成本佔比只係大約26%左右，人力成本嘅大幅攀升，直接壓縮咗餐飲門店嘅利潤空間。與此同時，香港餐飲從業人口出現斷崖式下跌，行業用工缺口持續擴大。數據顯示，港風時期香港餐飲從業人數高達60萬，而經過多年嘅行業波動，人口流動就業，局可轉變之後，從業人數大幅縮減，用工缺口常年維持喺數十萬級別。人手短缺加上薪資暴漲，令無數餐廳老闆陷入兩難：一係高價聘請廚師維持人手出品，承擔高昂營運成本，面臨交損風險；二係改用預製菜，降低人力依賴，穩定門店利潤。喺市場化嘅生存法則之下，絕大部分商戶最終都選擇咗後者。除咗人力成本嘅重壓，門店租金、食材損耗、營運效率等多重壓力，進一步加速咗預製菜喺香港餐飲市場嘅普及。香港核心商區嘅鋪位租金常年位居全球前列，寸金尺土嘅營商環境令餐飲門店必須最大化提升翻台率，壓縮營運成本，減少食材浪費。傳統人手現做模式對廚師熟練度、食材儲備、操作空間要求極高，而且食材新鮮度、保質期有限，好容易出現損耗浪費。出餐速度亦都會受人手操作影響，無法適配香港快節奏嘅城市生活。預製菜嘅出現剛好精準，解決咗呢啲行業痛點。標準化預製食材提前完成加工、調味保鮮，門店只需要簡單加熱就可以出餐，唔需要大面積食材儲備區，亦都唔需要多名專業廚師，極大節省咗門店空間同營運成本，同時出餐速度大頭提升，翻台率穩步上漲，完美適配香港高密度快節奏嘅餐飲消費場景。好多人對預製菜存在認知誤區，覺得預製菜全部都係口感差、添加劑多、品質冇保障嘅低端食材。但實際上，香港餐飲市場應用嘅預製菜體係已經形成成熟嘅產業鏈，而且覆蓋嘅品類遠超大眾認知。由大眾熟知嘅熟食菜品、米飯主食，到茶餐廳核心嘅菠蘿、包餐包、酥皮、奶茶基底等烘焙飲品食材，甚至湯品醬料配菜，幾乎實現全品項預製化。早前香港知名連鎖茶餐廳嘅冷凍菠蘿包，被網友曝光為內地預製工廠代工產品，引發全城熱議。事後品牌官方主動承認產品模式，同時公示咗完整嘅供應商資質。根據品牌公示嘅資訊，其門店售賣嘅經典菠蘿包、外殼麵團都係有具備出口食品生產資質嘅內地標準化工廠代工生產。品牌方獨家提供核心配方，工廠嚴格按照香港食品衛生標準、國際出口食品規範進行生產殺菌冷凍封裝，每日定量生產冷鏈供港。更加幸福大眾認知嘅係，呢批合規預製食材嘅生產成本，甚至比香港本地人手製作嘅同類產品高出9%左右。呢個細節足以說明，而家香港餐飲選用預製菜，並非單純追求低成本低品質，更多係行業人力斷層、營運模式受限之下嘅被動選擇。由街頭小店嘅招牌咕嚕肉陳皮、冬瓜鴨湯到連鎖品牌嘅經典烘焙主食米飯，預製菜已經實現全場景、全品項覆蓋，徹底滲透香港餐飲嘅每一個角落。喺香港預製菜供應鏈體系入面，本地龍頭企業嘅規模化佈局，進一步推動咗行業嘅全面轉型。香港本土知名餐飲供應鏈企業萬事集團係全港最大嘅預製食材供應商之一，其服務客戶覆蓋全港200餘間餐飲門店、高效飯堂連鎖火鍋店、休閒冰室等各類餐飲場景，服務範圍幾乎達攝香港全域。企業公開嘅供貨數據顯示，其每月穩定向全港商戶供應各類預製食材，單品售價區間喺16至30港幣，性價比同穩定性遠超本地手工食材供應模式實。依託成熟嘅供應鏈體係規模化生產優勢同零下50度極速冷凍保鮮技術企業，可以最大程度保留食材嘅新鮮度、營養成分同原始風味，最大程度縮小預製食材同人手現做食材嘅口感差距。為咗適配香港本地食客嘅口味偏好，本土預製菜企業亦都持續優化產品體系，捨棄單一標準化生產模式，推出定製化預製食材服務。相較於內地預製菜企業，香港本土供應商更加熟悉本地飲食文化、食客口味習慣，可以針對港式茶餐廳、老牌酒樓、市井大排檔嘅差異化需求，調整食材配方調味輕重口感質感，喺標準化生產嘅基礎之上，保留港式飲食特色。呢種定製化升級，
亦都令越來越多堅守傳統嘅老牌餐飲門店開始接納預製菜模式，進一步擴大咗預製菜嘅市場滯透率。與此同時，內地網紅餐飲品牌嘅大規模入港，成為改寫香港餐飲市場格局、推動預製菜普及嘅另一大核心力量。近幾年，內地成熟餐飲品牌持續加碼香港市場，由茶飲麻辣燙、酸菜魚到正餐簡餐特色小食，各類內地連鎖品牌密集入駐銅鑼灣、九龍旺角等核心商區。而家行喺香港街頭，隨處可見蜜雪冰城、霸王茶姬、各類特色茶飲、酸菜魚、麻辣香綠茶餐廳等大眾熟知嘅內地餐飲招牌。內地品牌嘅密集佈局，徹底改變咗香港本土餐飲一家獨大嘅市場格局。呢啲內地連鎖餐飲品牌依託內地成熟嘅預製菜供應鏈標準化營運體，係精細化成本控制模式，喺香港市場展現出極強嘅競爭力。相較於香港本土老牌餐飲，內地入港品牌出餐速度更快，菜品品質更穩定，定價更親民，服務體系更完善，精準契合咗當下年輕消費群體嘅飲食需求。更加關鍵嘅係，內地品牌成熟嘅預製菜營運模式，為香港本土餐飲商戶提供咗轉型範本。越來越多本土門店開始借鑑其供應鏈模式，標準化出餐邏輯，加速捨棄傳統人手營運模式，全面擁抱預製菜工業化體系。喺內地品牌嘅帶動同市場競爭嘅倒逼之下，香港本土老牌餐飲嘅生存空間持續被擠抵壓。傳統港式茶餐廳依賴人手製作人力營運，成本高、效率低、出品不穩定。喺標準化、低成本、高效率嘅預製菜餐飲模式面前，競爭力持續下滑。呢亦都直接導致香港本土老牌餐飲品牌逐年收縮，結業數量增多，新舊餐飲業態嘅交替速度持續加快。香港餐飲市場正式進入工業化、標準化嘅全新發展階段，不可否認預製菜嘅普及，為困境當中嘅香港餐飲行業帶來咗顯著嘅正向價值，解決咗行業長期存在嘅痛點難題，為行業可持續發展提供咗全新路徑。首先，預製菜大幅降低咗餐飲行業對專業人力嘅依賴，唔需要高價聘請資深廚師，普通店員經過簡單培訓，掌握加熱擺盤打包基礎操作就可以上崗，極大緩解咗香港餐飲用工短缺嘅問題，同時大幅削減咗門店人力成本。有連鎖餐飲商戶公開測算，全面改用預製菜模式之後，門店每月人力成本可以節省數萬港幣。對於利潤微薄嘅餐飲行業嚟講，係極具吸引力嘅降本方式。其次，預製菜標準化嘅生產模式，徹底解決咗傳統人手出品嘅不穩定性。傳統人手煮嘢食，廚師嘅手感狀態、火候把控、調味習慣，甚至當日嘅情緒狀態都會影響菜品嘅口感、色澤同風味。同一門店嘅同款菜品，唔同時段唔同廚師出品口感差異極大。而預製菜經過工業化精密測算、標準化流程生產，統一調味定型，每一份菜品嘅重量、口感、味道、擺盤都高度統一，零失誤、零偏差，可以持續穩定保障出品品質極大，提升咗 Sophie 下嘅用餐體驗同品牌口碑。再者，預製菜模式大幅提升咗餐飲門店嘅營運效率同盈利能力。香港茶餐廳一向以高效率出餐聞名，係香港快節奏都市生活嘅縮影。早市、午市、晚市客流密集，高峰期需要同時應對數十桌食客嘅用餐需求。傳統人手模式之下，就算經驗豐富嘅老師傅都難以持續維持極速出餐節奏。而預製菜加熱即出嘅模式，可以將出餐時間壓縮至數分鐘，就算客流高峰期都可以快速響應，大幅提升門店翻台率，增加單日營收。同時，預製食材集中工業化生產，可以精準控制食材用量，大幅減少食材損耗浪費，進一步提升門店利潤空間。從行業宏觀發展嚟講，預製菜早已唔係小眾細分賽道，而係全國餐飲行業嘅主流發展趨勢。公開行業數據顯示，國內預製菜市場規模早已突破4,000億人民幣。按照行業增值速度測算，2026年市場規模將成功突破萬億大關。預製菜工業化、標準化、規模化發展，已經成為餐飲行業不可逆嘅發展潮流。從涉貧溫泉同行業規範角度嚟講，預製菜嘅普及亦都具備積極意義。好多人誤以為預製菜係三無產品，衛生冇保障，但實際上正規預製食材都經過嚴格嘅食材續選、高溫殺菌、無菌生產、冷鏈保鮮、質檢、抽檢等多重流程。滲透溫泉標準甚至高於部分小作坊式嘅人手餐飲門店。
香港岑彭溫泉中心曾經開展專項抽檢工作，多年時間入面累計抽檢超千份預製食材樣本，覆蓋熟食、主食、湯品、配菜、烘焙食材等全品類。雖然抽檢過程中發現部分小眾品類存在輕微品質隱患，但整體合格率處於較高水準，足以證明合規預製菜嘅安全性同可靠性。同時，從行業可持續發展角度嚟講，預製菜可以有效緩解傳統餐飲食材浪費、資源消耗過高嘅問題。集中化、規模化嘅食材加工模式，可以最大化利用食材資源，契合當下綠色餐飲可持續發展嘅行業理念。但就算預製菜擁有眾多行業優勢，係時代發展必然趨勢，我哋依然唔可以忽視其帶俾香港本土飲食文化嘅致命衝擊。餐飲行業從來都唔係單純嘅飽腹產業，美食承載住一座城市嘅煙火氣、人民溫度、歷史底蘊同地域特色，而預製菜嘅全面普及，正係一點點掹離香港餐飲最核心嘅文化內核。曾經嘅香港茶餐廳係市井煙火嘅聚集地，係舊香港生活方式嘅縮影。後廚師傅兜鑊爆炒嘅滋滋聲響，爐火跳動嘅溫熱氣息，食材烹調散發嘅獨特香氣，老師傅根據食客口味微調嘅專屬風味，呢啲充滿人情味嘅細節，係港式餐飲最動人嘅核心魅力，亦都係工業化預製菜永遠無法複製嘅靈魂。傳統港式人手美食，每一份菜品都帶住獨一無二嘅溫度同質感，就算係同款菜式，唔同師傅、唔同門店、唔同時段嘅出品，都會有輕微嘅風味差異。呢種差異化、個性化，正係餐飲文化嘅魅力所在。而預製菜嘅標準化流水線生產，徹底抹平咗所有差異性。全港門店同款菜品味道、口感、擺盤完全一致，街頭小店同連鎖大牌嘅出品毫無分別。香港餐飲嘅品牌特色、門店特色、地域特色徹底消失，好多食客都有呢個體驗。喺香港茶餐廳食到嘅宮保雞丁、咕崙肉、麻婆豆腐，同內地各大城市商區食到嘅同款預製菜品口感一模一樣，連份量、擺盤、調味輕重都毫無差別。專屬香港嘅飲食辨識度正係徹底消失。更加令人惋惜嘅係，隨住預製菜全面普及，香港傳承數十年嘅人手烹鮑技藝正面臨斷層危機。曾經被受尊重嘅資深廚師老師傅，係港式飲食文化嘅傳承者，憑藉精湛嘅火候把控、調味技巧、烹爆手藝立足行業，一份手藝可以堅持一生傳承一代。而預製菜時代，餐飲行業對專業廚師嘅需求大幅降低，新入行從業者唔需要學習複雜嘅烹鮪技藝、火候把控、調味邏輯，只需要掌握簡單嘅加熱、擺盤操作就可以上崗，入行門檻大幅降低，令年輕從業者失去咗深耕傳統烹鮪技藝嘅動力。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唔願意投身傳統廚師行業，傳統港式烹鮪手藝冇人傳承，逐漸走向沒落。行業就業缺概亦都隨之發生涵複性變化。未來香港餐飲行業好大機會會形成極致嘅兩極分化格局。一端係規模化、工業化嘅連鎖快餐品牌，依託成熟嘅預製菜供應鏈，主打高效評價、標準化出餐，覆蓋大眾日常消費場景。另一端係高端精品餐飲門店，堅守人手現做、匠心烹烤路線，主打高端體驗、專屬風味、文化砥礪，服務小眾高端消費群體。而曾經佔據香港餐飲市場主體、兼具煙火氣與性價比嘅傳統老牌茶餐廳，將會逐漸被市場淘汰，徹底退出大眾視野。香港本土市井飲食文化亦都會隨之慢慢消退。仲有一個極具冧次性嘅行業現狀值得深思。而家香港茶餐廳售賣嘅好多經典港式菜式，睇落係本土特色美食，實際上早已脫離本土飲食體，係成為工業化流水線嘅產物。香港食客日常食嘅叉燒燒味、冬瓜鴨湯、各式小炒，核心食材大多源自內地供應鏈，經過內地工廠標準化加工，封裝冷鏈運輸入港，門店只需要簡單加熱就可以上桌。曾經融合粵式飲底凌尋麻、香港數十年市井文化嘅港式美食，而家徹底淪為流水線商品。美食背後嘅文化積澹地域底蘊、人民故事被徹底掹離，剩低單純嘅食用功能。喺牛頭角工業區嘅預製食材生產車間入面，我哋可以清晰見到呢場飲食變革嘅微觀縮影。工人身着無菌工作服，喺標準化生產線上批量加工、封裝各類港式預製菜品，一碗碗經典陳皮冬瓜鴨湯，一份份招牌港式小炒，喺工業化設備嘅加持之下，完成調味殺菌、冷凍封裝，
批量發往全港數百間餐飲門店，呢套成熟嘅工業體系保障咗食材嘅穩定同高效，卻徹底終結咗港式美食現炒現做一味一格嘅傳統，亦都令香港餐飲嘅煙火氣同人情味逐漸消散。好多人都會問，預製菜嘅普及係咪代表香港傳統飲食文化會徹底消亡？其實答案是否定嘅。預製菜本身冇對錯，佢係時代發展、行業升級嘅必然產物。真正決定飲食文化走向嘅，從來都唔係技術同模式，而係行業嘅取捨同平衡。標準化預製菜解決咗餐飲行業嘅效率、成本、穩定性難題，而人手現做嘅傳統模式保留咗餐飲嘅溫度、特色同文化底蘊，二者並非完全對立，絕對可以實現共生互補。而家香港餐飲行業最需要嘅，唔係全面抵制預製菜，亦都唔係徹底拋棄傳統人手模式，而係喺效率與溫度、標準化與個性化、工業化與文化傳承之間揾到最優平衡點。對於餐飲門店嚟講，可以將高頻剛需大眾化嘅常規小菜、主食湯品菜預製食材製作，降低營運成本，提升出餐效率。而對於門店招牌菜式、經典港式特色菜品，堅持老師傅人手現炒、匠心烹飪，保留專屬鑊氣同傳統風味，守住港式飲食嘅核心靈魂。呢種差異化嘅營運模式，既可以適配當下餐飲行業嘅市場競爭需求，解決成本與效率難題，又可以最大程度保留香港本土飲食文化嘅特色同底蘊，實現傳統飲食文化嘅可持續傳承。對於數吃客嚟講，我哋亦都唔需要對預製菜抱有全盤否定嘅抵觸心態。預製菜嘅普及，令普通數吃客可以用更低嘅價錢、更快嘅速度食到品質穩定嘅美食，適配咗當代人快節奏嘅生活需求，同時正規預製食材經過嚴格嘅涉項安全檢測，品質安全有保障，可以規避部分小作坊人手製作嘅衛生隱患。我哋真正需要堅守同追求嘅，唔係徹底摒棄工業化美食，而係唔好讓標準化流水線嘅冰冷產物徹底取代一座城市獨有嘅飲食煙火氣同人民溫度。從城市發展嘅宏觀視角嚟講，香港餐飲行業嘅預製菜變革，本質上係一座國際化都市產業升級、生活方式迭代嘅縮影。每一座城市嘅飲食文化都會隨住時代發展不斷迭代、更新融合，冇一成不變嘅飲食模式，亦都冇永恆不變嘅行業生態。內地品牌入港、預製菜普及、工業化模式抖透，係粵港澳餐飲文化融合、餐飲產業一體化嘅必然。結果亦都係香港餐飲適配新時代發展嘅必經之路。但無論行業如何迭代升級，美食最核心嘅價值永遠唔會變，就係藏喺煙火氣入面嘅人情味，藏喺人手烹爆入面嘅專屬溫度，藏喺地域特色入面嘅文化底蘊。標準化嘅預製菜可以複製菜品嘅口感、味道、擺盤，卻永遠複製唔到老師傅數十年嘅手藝沉，複製唔到市井街頭嘅煙火氛圍，複製唔到香港茶餐廳獨有嘅城市記憶，複製唔到幾代香港人根植心底嘅飲食情懷。未來嘅香港餐飲市場必然係工業化預製菜與傳統人手美食長期共存嘅格局。我哋期待見到嘅唔係傳統港式茶餐廳徹底退場，本土飲食文化慢慢消亡，而係行業可以揾到高效營運與文化傳承嘅平衡，令香港呢座城市既可以擁有現代化餐飲嘅高效便捷、標準化品質，亦可以保留舊香港獨有嘅市井煙火飲食溫度同文化底蘊，令傳承數十年嘅港式飲食文化喺新時代嘅浪潮之中得以延續、創新新生，而唔會被工業化浪潮徹底吞噬。睇完呢期深度拆解，相信大家對香港茶餐廳預製菜普及嘅現狀背後原因，以及行業利弊，都有咗全新嘅認知。你平時去香港茶餐廳食嘢，可唔可以食出預製菜同人手現做菜嘅分別？你覺得預製菜嘅普及係香港餐飲嘅升級，定係傳統美食嘅遺憾？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傾偈，分享你嘅睇法。鍾意呢條深度拆解片嘅朋友，記得點讚、收藏、轉發出去，更加一定要訂閱我嘅頻道，開埋鐘聲提示。我會持續更新香港行業揭秘、美食文化變遷、商圈發展、齊勢等真實、夠深入嘅本土題材，帶你睇透香港唔為人知嘅變化，絕對唔好錯過。